食咩早餐好啊？喂，肚餓泰文係咩啊？曉我梗係知你曉啦，我係想知係咩啊？曉，早餐想食得健康又唔想煮，植物百味 Regain 發芽紫莓米飲，除咗內含豐富花青素可以抗衰老之外，仲幫助到全日面色紅潤同埋去水腫。我而家飽晒啦，食飽嘅泰文係咩啊？厭了，植物百味 Regain 有飽腹感，好適合用嚟做早餐。咁早餐嘅泰文係咩啊？阿閒炒，你唔好再阻住我介紹好嘢啦。其實佢仲有另一款口味㗎 ，Elevate 胡麻糙米飲，主打改善記憶同埋專注力，內含膽鹼、鎂同埋鈣嘅成分，活腦強骨。植物百味喺萬寧都有得買啦，由即日起到6月26號，喺萬寧門市或者網店買任何植物百味嘅產品，即享第2件半價，你哋都快啲去睇下啦！